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真侪人拢讲学台语真趣味，是一项新鲜的代志。真侪囡仔学台语学甲笑眯眯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厝，知此有厝第三条。这个厝就是心色欢喜的意思，咱讲是趣味。另外文章的主旨主要意思，古早讲是趣旨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趣味，就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趣味就是兴味，代表有意思。若是讲一个人伊讲话真心色，咱讲这个人真趣味。另外趣味嘛会当讲是一个人的兴趣，像讲我对行棋无趣味，就是我对行棋无兴趣。第二个词就进一步来解说兴趣，兴趣就是介意学习、爱注意的代志。像讲阮的兴趣就是运动，嘛会当讲是想要做的代志。像讲你对做义工敢有兴趣？咱用一句话来激励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学生囡仔拄入学，老师就会了解学生兴趣的科目是倒一科，尽量引带学生对因有兴趣的学科，互因有上介大的学习效果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厝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